刚来看翡翠水库灌水管的工程隧道，去年已经完全接好势啊，今年才举办送水典礼。未来只要有风台警报，水受过热，就当改用灌水管来送水，这告全大众用水安全。加水门的控制莫大白乖乖，祈求一切顺利。翡翠水库原水管工程经过5年，宣布通水启用。未来若做拄到风台也是大水库，南势溪原水路度大法度欠管的时阵，就当直接出翡翠水库较清的水，确保大台北地区600万民众用水安全。当台风来袭，只要发布路上警报，我们就会预先启用远水管，来避免未来远水浊度飙高。如果一般的豪雨，只要浊度达到500度，我们也就会视水库的水位来机动性的启用远水。当时担任台北市长的郭文铁退煞工程，不过伊无出席典礼。郑万安表示有邀请，不过伊拄好有代志。台北市自来水系统97%的原水是出南北势溪的水尾。回顾104年，苏迪勒风台原水的路度超过39300 NTU， 创下历史新高，所以才会退煞原水管的工程。在民国104年的时候，苏迪勒台风重创了我们北部地区，让我们台北市的市民打开水龙头，竟然看到黄浊的这个水量。当这个工程完工的时候，这个情境将不再发生。送水管泵坑全长2.8公里，每天出水量达到270万吨。赶伫风台季进前启用特别有意义，希望会当疏解北台湾水资源调度的压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